伫咧今日早时，热带性低气压已经结做今年第18号风台山陀儿，目前强度还在增加，估计明仔载就会结做中度风台。后礼拜二、后礼拜三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气象署按算，伫咧明仔载早时就有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暗时可能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专家就烦恼讲，这个风台可能会致使今年上严重的灾害。下昼也伫高兰皮东南方620公里的海面，慢慢走动的轻度风台山道里虽然拜六形成，也毋过拜一就会来到台湾近海，伊的强度继续增强。气象署预告，礼拜二就会增强为偏强的中度风台，上半日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陆上警报，上紧礼拜二暗时发布。海警的时间会出现在明天的上半天，陆上台风警报时间有机会是在比较夜间，或者是在周一后天的一大早的部分。气象署下昼修正伊搁较偏西，代表影响愈大。拜一开始，风雨渐渐增大，大台北、东北部、恒春半岛可能出现大雨，也是大水雨。拜二、拜三雨势上明显，超过半个台湾拢呈现落雨非常济的桥仔色。整个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甚至北部的山区也有可能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而至于其他地区，也有可能来到大雨或豪雨的情况。变大变强的山道里，刷动的速度真慢。根据气象署预估，伊的7级暴风圈半径可能增强到250公里。气象专家认为，到时阵站台拢可能伫伊的暴风圈的包围之下，加做今年带来上大灾害风台。它走得太慢了，影响时间会拉长，降雨也会变得累积的会比较快速。对于这个台风，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再去花莲实采铁公路护关进行的行政院长杜英台也只是加强风台甲人力机库的准备。苏澳公路的最弱点，我们盘出来大概有12处，都会有人力机具的一个预置在上面哦。发生土石异烟的情形，我们就可以来及时做排除。气象署表示，山道里风台路线变数又愈大，只要是愈晚近台湾，影响就会愈大。请民众注意上新自信，搁提前礼拜二起就会有长影，沿海离岛也会有强阵风。记者综合报道。